Hello，大家好啊！我而家仲喺呢個富山神社嗰度呢，仲未走啊！而家呢，我想去同大家分享一段呢，嚟自富士山，嚟自呢一個富士山嘅區域，呢一片土地，一路由富士山嚟到我呢一個山頭嗰度嘅能量嘅一段光遇。我想去分享呢一段光遇俾大家。而家呢，我想去邀請大家呢，合埋雙眼，做3下深長嘅深呼吸，然之後呢，去感受下富士山嘅呢一啲光遇，呢一啲嚟自富士山、嚟自日本、嚟自呢一片美麗嘅土地，呢一個咁靚咁美麗嘅環境，嚟自大地母親嘅呢一段光遇。我哋做3下深長嘅呼吸。西呀啦塔卡杜瓦卡夏卡西呀卡烏拉那那哈拉卡西呀卡烏拉塔阿拉列那哈拉哈拉薩卡塔西呀卡庫瓦烏西呀哈拉塔西呀卡烏拉那哈拉塔西呀卡烏瓦卡夏卡西呀卡烏拉那哈拉塔西呀阿拉塔西呀卡阿拉阿拉塔西呀阿拉卡杜瓦拉哈拉塔舒瓦西呀卡阿拉卡塔西呀伊那哈拉阿拉阿拉塔塔舒瓦烏拉那那哈拉塔西呀卡阿拉烏拉塔西呀卡阿拉卡塔舒瓦塔西呀烏西呀卡塔夏卡舒瓦那那那那那尼呀拉西呀卡烏沙拉塔塔舒瓦舒瓦伊呀阿拉塔西呀卡阿拉塔西呀啊呀卡塔西呀卡烏拉哈拉塔西呀卡烏沙卡阿拉薩。感恩我哋可以喺呢一片咁美麗、咁肥沃嘅土地上面生活。無論你身處喺香港、台灣、馬來西亞，定係日本，定係韓國，定係歐洲、英國、美國，無論你身處喺邊一度都好，我哋所居住嘅呢一片土地都係大地母親嘅傑作，都係大地母親偉大嘅藝術品。敞開你嘅心去感恩，我哋可以喺呢一